平安。平安。伫清早的时，咱要来学罗耶和华；伫暗暝的时，咱嘛要来学罗耶和华。因为耶和华是咱的力量，是咱的盾牌。咱即摆来用这首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》来学罗耶和华。 我的勇士的去。
让他看到的见证。我相信我们把它放在祷告当中，我相信神会拣选他，会引领他来到教会当中。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也是不断的安慰他，跟他讲说，上帝要保存你的性命，上帝必医治你，凡事都是由他所定的，所以你只要把一切都交给他。所以他听了以后，其实他就慢慢就放下他心中的不安，然后这样继续开刀，然后手术过程也很顺利。我就跟他说，因为耶稣为我们受难，因为他受了鞭伤，因为他受了刑罚，所以我们得到医治，我们得到平安。所以我们在惊慌的时候，在害怕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要忘了，其实有耶稣在替我们担当。所以我想说，今天在这个地方来赞美神，赞美神呢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们就是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倚靠他，仰望他。那我们来唱下一首。把我们的爱传扬到普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耶稣的爱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